这部电影才刚上线1天，就被千万网友疯狂的点赞，因为影片高度还原了真实的末日场景，而且参与的演员很多都是现役的特种兵。接下来超精彩的末日大片黑蟹行动正式开始。本来该是周末休息的日子，围栏外面却爬满了受困的老百姓。士兵们看到这一幕并没有理会，而是选择了直接无视。紧接着，士兵打开车厢，找到了一个被困的红衣女人。这个女人的身份非常特殊，所以士兵就把她带上车，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。可当车开到10公里外的大桥下时，士兵突然将车停下，随后把小美一个人扔在了这里。就在他一脸蒙圈时，周围突然涌现出一群饿疯了的难民，他们居然想要直接把小美当成食物吃掉。可看似柔弱的小美却没想到竟是个狠角色。随后，小美快速上车，一脚油门逃离了此地。当她开出了很远，认为安全了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竟陷入了真正的危险，因为几名士兵正拿着枪顶在她的头上。确认了身份后，他们将小美带进了会议室。原来将军派小美来参加一次绝密行动，太阳被逐渐吞噬，寒流一天比一天严重。他们要在所有人类变成冰雕前，将一种神秘武器送到100公里外的基地上，但是整个路程却充满了极度的危险。随后，他们穿好装备，在冰面上滑行，每个人都背负着改变世界的重任。这时，队长突然抬手提示小队停下，因为前面就是敌军的范围。就在这时，冰面突然发生了碎裂，队长直接掉了下去，所有人快速趴在冰层上，防止冰层承受不住再次断裂。小美脱掉装备，直接跳了下去，她朝着队长游去。她见队长已经失去了生命，小美从他身上掏出了匕首，用尽浑身的力气割开了背包的带子，然后朝着出口游去。等队友将她拉上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。刚才发生的动静很可能已经暴露了位置。他们来到了一栋别墅内，首要目的就是要生火取暖，不然小美肯定会被冻死。大壮砸碎了一把木椅，然后急忙生火为小美取暖。小美的脚趾已经被冻得发紫变色，但还好救治的还算及时。在安排好了站岗之后，其他人便开始了休息。可熟睡中的小美突然被奇怪的声音惊醒。当她推开门的一瞬间，看见眼镜男在使用无线电发信号。这时空中一架直升机朝这边飞了过来，小美连忙叫醒大家，灭了火堆，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别墅。就在他们前脚刚离开，直升机一发导弹就炸毁了刚才的别墅。等到直升机离开了之后，小美立马用枪对准了眼镜男。没想到这样秘密的行动竟然也会有内奸。眼镜男一看身份暴露，想要夺枪反抗，却被一旁的大胡子直接按在了地上，眼看就要命丧当场。这时队友突然捂住了他的嘴，所有人趴了下来，严阵以待。原来是敌人的搜索小队下来搜查，好在只是虚惊一场，敌人很快的离开了这里。商议过后，他们没收了眼镜男的武器，然后让他跟着小队继续执行任务。所有人带好装备继续前行。经过了8小时的滑行，来到了深夜。就在众人精疲力尽的向前赶路时，突然有人被东西绊倒，直接摔在了冰面上。当他起来的时候，脸上却充满了恐惧。所有人打开手电仔细一看，这里竟然全都是被冻成冰棍的尸体，大人跟孩子什么年龄段的都有。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凄惨的事情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恐怖的场景？